今天早上，我在校園裏看見劉國明，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，可是他竟不理我。原來他正盯着牆壁上的一隻小螞蟻。這隻黑色的小螞蟻動也不動，完全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。劉國明不單專注地看，還越湊越近，鼻尖就要觸及那隻小螞蟻了。我明白了，他突然叫道：明白什麼？我好奇地問。這堵牆90度直立，小螞蟻在上面為什麼能站得這麼穩？我呆了呆，他接着興奮地解釋：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牆壁上有許多細孔，小螞蟻的腳找着上面的孔隙，就不會掉下來。我不禁湊上去看個究竟。我問：牆上為什麼有那麼多孔眼呢？國明說：是空氣。這堵牆新建的時候，表層還沒有乾透，牆裏的空氣就跑了出來，形成了氣孔。我想了想，突然記起有一本書介紹過相關的知識，便對國明說：還有，這堵牆表層的物質含有大大小小的沙粒，結構不是那麼緊密，所以會出現孔洞。劉國明瞟了我一眼，高興地說：你說的也有道理。他又掃視牆壁，說：我從網絡上看到一個說法，氣孔還可以儲存水分，有些植物可以在氣孔裏生長起來。看來這個說法也得到證實了。他指着牆壁上長着的一些亂草和不知名的植物，它們都是一副欣欣向榮的樣子呢。上課的鐘聲響了，我們回教室去。路上，我想國明能夠細心觀察，用學到的知識解答生活上遇到的疑問。我要好好向他學習啊！